经济部明仔载就要召开这电价费率审议会的委员会，风声讲连这民生用电拢有可能会起价。再去伫立法院调解的委员表示，目前台湾通货膨胀压力真大，希望用民生用电是唔通来起，而且是讲这800度以下的民生用电就莫甲因起电钱。经济部长王美花也强调，电钱的部分会考虑到照顾民生、稳定物价以及台电的稳定经营。 2号机2亿，国际能源原料也因为战争等等因素，去年开始继续欠悬。经济部伫3月会召开电价审议会，16王美花出席立法院经济委员会，各界关心即摆审议敢会起电价。 政府有给台电一些政策哈，那所以台电就这些政策呢，去提出一些比较跟过往比较不一样的多的方案来供讨论。方案里面呢比较复杂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由审议会来做相关的审定。备询过程当中，民进党立委陈炳文认为，800度以下民生用电唔通起，不过共党的区议员认为起淡薄仔会使帮助省电减碳。 我们在推动节电的设备，在推动节电的措施，我们不把电价稍微调涨，让大家觉得我来用节电设施对于电价的节省是有感的话，那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谈节约能源这件事情，很可能是空口说白话。800度以下。 真的，我们这些民生用电就不需要涨了啦。那稳定民生当然是重要的一个方向。部长在这里，委员会来考虑这一点。好，我只是。国民党立委杨庆英也认为，民生用电是袂使起。很诚意的告诉部长，迄民生的唔通起，迄真正通膨足严重。那确实除了让台电稳健经营之外，照顾民生哈，那物价朝这个方向嘛，都会考虑。王美花面对各界问敢会起电价，拢讲了真保守，表示爱搁看电价审议的结果，各界意见也拢会伫会议当中讨论。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。